这是大婶婆，这是香山阿布。不管是大婶婆也好，或者是香山阿布也好，其实它代表的就是我们台湾整个那个妇女的一种那个特质。那我觉得这种特质应该是要把它融合起来。小时候跟着妈妈到新竹市的市场卖菜，和许多客家妇女相处在一起。王其郎说，客家妈妈和闽南妈妈的形象在他的生活里早已紧密重叠，都是吃苦耐劳，充满韧性。常常是在苦中作乐，那但是在这种苦中作乐久了以后，会形成一种知天命，然后乐观的一个心态。母亲总会在愿望达成后，在街上奉茶谢天。客家也有奉茶文化，王其郎的创作总是融合了客家意涵。作品《阿布挑柴》让香山阿布成了新竹模范母亲的代言人物。香山阿布的文创推出来，那时候我有邀请刘老师来，那刘老师看了，觉得说，我没有对不起他。获得授权，把客家大婶婆、阿三科机器人、小聪明等漫画人物做成大型雕塑作品。王其郎因此和刘兴清老师结缘，成为师徒。他不讳言，之后的作品灵感创意不少是从大婶婆激发的。刘老师也很乐意的说，那以后那个大婶婆跟香山阿布就来写一个故事，他们就叫做姐妹淘。更做更好，从做中学才学得到新东西，对不对？张后的豆新的东西。基于对家乡的使命感，王其郎投入文化创意研发。香山阿布已经有一系列结合地方业者的周边商品，连锁带动，发挥创作更深层的力量。上课喽！更做更好，张后的豆新的东西。更做更好，张后的豆新的东西。谢谢宗宇老师。